互上帝的听流动。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你相信耶稣听你吗？你相信无论怎样，咱的天父上帝伊会听，要保守你的人生吗？愿今仔日头一摆甲咱做礼拜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会听进入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也愿天父上帝伊所应允，就是对天顶来伊的慈爱，运行伫所有兄弟姊妹恁的家庭，也无论伫逐所在。较无上帝慈爱的人，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超出所求所想，超出所求所想，将伊的听，超出讲道的言语甲人的言辞，实实在在甲咱三甲伫地，咱伫上帝面前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愿恳求主你对天人来。神圣的听，老爸的听，亲着今仔日的雨水降落伫阮的心内，灌压、洗清、运行、流动，如何眺望？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内心，也运行伫阮的家庭的内底，互阮的生活拢因为听来得到润泽。主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。你的圣心要对圣经的话来讲，互阮听，对阮的心讲话。主，今后犹个孤单、失志、心内软正，每一个阮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无论伊伫甚物所在，愿主你对因的心讲话。主，愿伫你的面前恭敬来听，求天父上帝不但将你的话来说服阮，佮将你充满力量的听。运行伫阮的生命中，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世间人认捌听，认捌福音，最重要是通过有一份三听的气氛的教会。咱的厝边，咱的亲人，真正认捌上帝的福音，上介简单、上介具体的图像，其实就是被爱。教会若有听，咱凡事就会通有上帝对天人来所运行，迄种画面会开来甲咱三合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恳求天父上帝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亲像今仔日的落雨，主每一个人拢较无被爱，听这是毋是？其实人出世毋免教，一出世就知影被爱的感觉多好，所以人的出世的本性。渴望被爱，是人来到这个世间最基本的自然而然的天性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通过圣经话语的解说，更加重要，互圣神浇灌。圣经讲，保罗伊所体会到上帝的听的时，伊讲圣神要将上帝长阔关深的听来灌压伫咱的内底。所听的姊妹，无论是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任何一首诗歌，包括咱拄则所念的圣诗，讲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我知，因为记载伫圣经。愿咱伫心内，咱讲，主我知，毋是干那记载伫圣经，是我的人生中间就是一个经历，我的人生就是经历着上帝你的听，你的应允是真，毋是空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，咱就为咱的人生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也为着教会来祈祷。教会的画面最重要的一个记号，就是爱的记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赢过一切，心中多一点别人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观念、这种的态度，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因为咱所敬拜的上帝就是爱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一听活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愿上帝一听活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缔造咱的婚姻生活，咱的社会生活，甲咱伫教会内底，这个圣洁的团结共同的生活，互上帝一听，成做咱彼此中间最要紧
的态度，这是咱的祈祷。因为咱有听见上帝所讲的话，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。或者你相信，无论什么种的情景、什么种的境遇，你的天父上帝、咱的天父上帝，拢的确听你嘛。原来你记得圣经所讲，有关着上帝每一项应允，拢是真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咱伫伊的面前，通过圣神的帮助，咱恳求亲爱的圣神，将天父上帝的主爱，也将耶稣基督长阔关心的听，真真正正充满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互听充满的人生是幸福的。咱若真正互主耶稣听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的信仰就毋是一种观念，咱的信仰就是一种的回应。所以，罪人的悔改最重要的理由，毋是因听到牧师的讲道，因的观念改变，毋是。这个世间有真侪人因的人生脱胎换骨，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进入光明的国度，是因为因的人生的中间，互上帝的听来蒙着。愿听人祈祷的上帝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的听轻轻放伫恁的心内。也放伫恁的生活中间，每一日直到咱见上帝的面。愿天父上帝圣神听咱祈祷，浇灌、眺望，拢是圣经内底的讲起上帝赏赐的动作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到有所书，保罗为着正教会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两段圣经，无论是何西阿书，或者是有所书。这两本的圣经的经卷，最重要的拢讲起上帝百姓信仰的团体离开起初的爱心。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的祈祷所写的这张批有6章，保罗并无讲起为什么写这张批，但是如果咱若有读到有印象，主耶稣的灵对加西利约翰，不是加西利约翰使徒。启示录所记载，耶稣通过约翰所写的启示录第2章第1段，就是咧讲起以弗所的教会。主讲：我要指责你，我要责备你，因为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所以何西阿书嘛是安尼，以弗所书嘛是安尼，拢咧讲起一个信仰的家庭、信仰的教会、信仰的团体，若无听。就亲像无滋无味的盐，教会若无听，就亲像一支灯台顶悬无蜡条，被发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这份长阔关心的听，放伫咱的内底，超出所求所想，互咱会通明白。伊讲搬过人所会通体会，人所会通认捌，伫这个世间的听有对处分听。真正互咱对生命中间死心塌地，这种的感动，互我伫我家己 Facebook 的顶悬，伫我的 Facebook 的顶悬，我就写一个毋捌经历着上帝的听的父母，就真困难帮助伊的家人，死心塌地的去爱，呼召他的上帝。这你较无你的人生是互听，互上帝的听完全降服吗？感谢今仔日的圣歌对于所带来祈祷的时光，爱我愿意。愿在座所有的兄弟，恁唱今仔日的圣歌对所吟的这个时光，上帝回应咱的祈祷，将恁的心献给上帝。所吟的时光是对内心上深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的话刻掉在咱的心中。今仔日这两段圣经所讲，到底是在讲什么？其实毋是干那今仔日书会所读的这段新约的圣经、旧约的圣经，更较要紧嘛，包括今仔日的金句。所有那伫礼拜中所念的圣诗所读的经文，其实应该拢总是一个连做伙。今仔金句讲，要仰望天父上帝的慈爱，仰望主耶稣。兄弟姊妹，踮伫上帝，常常持守踮伫天父上帝的听的内底。咱的生命就袂变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特别兄弟姊妹，何西阿书是一本咱真少互相同心共读的一本册。
那会当牧师要鼓励恁，恁今仔日就去找一段时间。何西阿书总共只有14章，无足长。恁会当对第1章读到第3章，恁嘛会当将规本的圣经拢读好了。因为何西阿书伊最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咧讲起，不论生，不论死，不论任何事情，不论天上掌权，地下任何事情，拢袂通过当上帝会听。所以何西阿书咧讲起一个淫乱的时代，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犹太人，因伫2700年前所发生的代志。所以撒玛利亚当时伫722主前的721年的时，互外邦人来攻破掌管的时，迄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世俗化，行奸淫、拜偶像，就亲像先知何西阿伊的负责人同款。上帝伫这个时阵，伊所讲的话，咱也知影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叫做"慈神爱所"，现在恁会记得这句话无？上帝用伊慈爱手甲我看，就是写伫何西阿书内底11章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因为伫这本册中间，上帝虽然流目屎为着伊的百姓，伊讲因无搁再做我的囝儿，但是我减会弃杀因吗？上帝讲我永远袂弃杀我家己的囝儿。所以今仔这段圣经第2章14节是一句足水的话，若毋是通过圣神的解说，若毋是通过咱信仰的前辈正圣道，因所流落伫正教会内底真侪基督教的这个真水基督徒的内底，真少人会通明白这句话，包括我。因为今仔这段话中间，你对字面来读，你敢若听到讲上帝要劝勉咱，但是真正的意思讲，上帝要对伊的查某囝的心内讲话。上帝要对咱的内心讲话，要轻轻啊讲，要情意绵绵。上帝要用伊的听来对咱讲话。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咱要搁继续进前，你伫心内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恭敬安静，我要静静。这个时阵听你对我讲的话。愿上帝的圣神帮助我。甲恁分享的这个经文，会当进入到恁的生命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同齐听到主耶稣怜悯主爱的声。今仔日所写的何西阿书有所书，主耶稣基督的圣神接被以弗所的教会讲，答应已经弃杀起初的爱心。主耶稣伫迄个所在，并不是完全就该弃绝，不是。耶稣讲这句话是带有一个怜悯，甲伊讲：你若无悔改，我要就将恁对上帝施恩宝座前的顶台顶悬，甲恁刷开。恁若无悔改，顶头生，我就要将恁对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甲恁刷开。这是一个真严重的劝勉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现今所存的有信、有仰望、有真爱。主啊，我知第一大就是你无限量的听，求你赦免我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用你的听，重新点导我生命信仰的态度，伫你的面前听到你的声。耶稣对幼所教会所讲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。启示录第2章第4节、第5节，伊讲：恁若无悔改，我就要将恁的顶台甲伊刷开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无一个人互上帝弃杀。因为何西阿书讲：我减会弃杀我的囝嘛？袂，天父上帝讲：无论你怎样世俗化，我永远会听候你回家。我的永远听候你对我讲一句：爱，我愿意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的圣神将伊的护约
上帝的圣神将上帝的心意对咱讲话。做礼拜时爱安静听，毋是听牧师的讲道。当然爱听牧师的讲道，但是更加重要，就是静静听上帝的圣神将迄个感动放伫你的内心。因为圣神的感动大大超出牧师的言语甲人生的经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愿意爱你到底。主啊，要一生对你到落尾。主，今仔日的金句对阮讲：常常持守，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。这个保守这个字，其实就是一个坚持啦。坚持，我要永远互主的听踮伫我的内底。坚持，无论什么种的经句，我的心内要永远有上帝神的爱。就亲像耶稣讲：你们已经离弃了，咱已经弃杀了起初的听心，就是咱的心内已经无上帝的听，诶，迄个气味伫咱的内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所以今仔日金句是咱的祈祷的金句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持守咱踮伫上帝的听的内底。兄弟，上帝的听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？你敢捌静静思考？上帝听伫你人生中间的作为吗？上帝听最大的作为，就是讲：主啊，我愿意将我一生交予你。敢是？今仔圣歌对所念的诗，应该爱有这种的心，咱才会知影讲伫上帝的面前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三个，伫咱人生中间新的亮光、旧的亮光。第一，上帝听何等的奇妙。上帝听互罪人悔改，上帝听互孤单的人得到满足的幸福。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，咱画手伫咱的心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伫这个所在需要你。主啊，将我的心往你拍开，求主你将你的主爱放伫我的内心。第一个，我会当将你长阔关心的听带进入我的家族。互我的亲人，互我的家族分享上帝你奇妙的听，这就是今仔日第一个祈祷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：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因为有记载伫圣经。这就是200年前的圣诗。今仔日咱做念的第2首的圣诗讲：耶稣听我，我知影；耶稣听我，我知影。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知影。是咱伸手领受圣餐的杯的事。亲爱的姊妹，你的杯无空空，你相信吗？当咱伫今仔日守圣餐的时阵，请毋通袂记哩。当你啉到这个杯的时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敢会堪得，互你为着我死伫十字架顶悬，佮用你的血来填满我的杯。主耶稣，今仔日我啉这个圣餐的杯时，互我深深，互你的听来充满，互我知影你是在听我。所听的姊妹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所以2000年来有真多真伟大的咱的信仰的圣徒，因所留落，特别是因的日记，无论是查甫人还是查某的，查甫的。常常咱称伊做神父，因为这2000年来教会中间有一群人，因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伊放落这个世间，独独将因的人生交予天父上帝。因伫上帝面前，独独只有掠条因甲上帝真私密、真隐秘的这个生命的关系。有一群人叫做神父与修女，读灵修的作品的时，常常会读到。因对上帝的话中间充满欢喜，因读了上帝，因知影上帝咧甲伊讲：我所听的查某囝，我听你。所以有人讲，圣经就是上帝所写予咱的情书。但是保罗讲，咱就是耶稣基督的批。教会圣经就是上帝留予历代基督徒的一张假书。上帝通过圣经咧对咱讲话。上帝嘛通过咱对这个世间来讲话，所听的姊妹，
上帝对咱的心说情意绵绵的话。所听的这关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求你帮助我，听了会了解。求天父上帝，你甲我相合伫地。咱的教会咧鼓励咱学习一种的灵修的祈祷，就是读圣经的方式。伫圣经叫做神圣读经法，或者伫咱传统的灵修叫做导读、祷告跟读经的导读。用祈祷的心读圣经，然后伫圣经的感动的中间祈祷。导读的意思就是用祈祷的心读圣经，然后伫圣经的感动的中间回应，发出你内心信息的祈祷。这种的祈祷，互人对圣经来得到帮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何西阿书第2章14节，遮尔短，伊讲看，我要招呼伊，带伊到旷野，用话来安慰伊。这3句话足短，招呼伊，我要招呼伊的意思，原文叫做帕萨，伊的意思就是我要劝勉，我要说服他。我要招呼伊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用伊的灵，伫迄个一种的忽然的感动，咱内心的一个意念。上帝用咱心中的念头对咱讲话，这就是上帝的招呼。就亲像上帝甲你讲 ，How are you？ 莫名其妙，上帝较要甲我讲 How are you？ 但兄弟姊妹，上帝不是莫名其妙，有时伊咧甲咱讲你好吗？咱可能连听都无听到，因为咱的心内有动荡，因为咱的心内有自我太过于强烈，家己的主张。上帝甲咱讲你好吗？就是今仔日何西阿书第2章14节，这句话的意思。这个帕萨这个字，英语叫做一条路途径，在林间的小道，在森林当中有一条帕萨。就是讲，上帝招呼咱的是，伊要将人生的道路讲互咱听。最后一句讲用话来安慰我，这是犹太人因的语言中间的一句成语，3字的犹太希腊文、希伯来语。第一叫做答巴，就是讲；第二叫做就是对我吐安吐；第3字就是。我要将我的情意对他、对你讲话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这句话通过圣经的帮助。我读足一摆这句话，但是我并无有这种遮尔深的感动。直到有一日，我读一个姊妹，伊所留落伫几百年前所写伊的日记，一个真伟大的一个灵修的妈妈老母。用妈妈的心，用妈妈的心，听到上帝的话。所听的姊妹，姊妹常常是有福气，因为带有感情。所听的姊妹，咱伫上帝的真理的面前，若无有属灵的感情，有时咱听无到上帝所对咱的讲话。所以，这句话翻译做真正的圣经翻译，直接翻译的时阵，伫圣经的内底，伊翻译本是安尼。伊讲我要对他的心讲话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愿意，你敢准备好势？对即摆开始到永远，要静静听，咱敢准备好势？我们心中永远有一个空间，是互圣神要坐落来甲咱讲话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伊将伊的劝勉，将轻声细语。情话绵绵，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，伊讲我听你，你知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，主，我知影你听我，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我。所以这句话了，搁落去，上帝讲，当你回头一日，你无搁再称我做巴力，你要称我做。以西医师，你要称我做我所爱我的丈夫，无称我做巴力的意思是什么？
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因所拜迦南地的偶像的名，就叫做巴力。巴力伫咱台湾人道教的观念中间，巴力就大概类似土地公，伊有生命的生殖能力，伊会互五谷丰收，伊会互土地出土产。但是当时的巴力的崇拜是参差，有某一种世俗化，甲无好的人迄种的男女的关系。所以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无搁再请我做巴力的意思，就是你无搁再甲我当作你的情人之一啦。你无搁再甲我用迄种世俗的偶像的关系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要跟我回到原来圣洁的、干净的、纯净的爱。愿天父上帝，伊会听吸引咱，也愿上帝圣神望咱的内心。好，咱在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上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独听会互人改变，听会互咱看见上帝，听嘛会当互咱看到上帝的话的重要。当上帝听来临到咱的时阵，咱就无勉强，因为耶稣留互咱两个信仰中间上要紧的责任。就是爱主你们的上帝，你会记无？过来咧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所以当上帝听神的爱，那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第一，咱会用上帝的听，用上帝的听来听上帝，咱会用上帝的听来听咱家己。耶稣无讲咱袂使听咱家己，不但无。耶稣佮讲爱人如己，你会记无？你要爱自己，你要珍惜你自己，你要知道你是上帝所爱。咱才会当真正用这份的听去回应咱身边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的生命重新在爱的里面出发。所以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，伊会互人的生命有幸福的感觉。一开始我就跟咱分享我对生命的看法，就是红叶出世都会晓渴慕被爱，对吧？每一个追求婚姻的男人，最大的动机就是渴望被爱，而且也渴望能够将这个爱跟人分享，因为在爱的里面有满足，在爱的里面有合一，在爱的里面有幸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一个基督徒愿意旧事已过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正对新的。最大的理由就是，因为我看到耶稣基督的水，所以我愿意放到这个世俗生活中间的迄个虚幻。人的顶头生最重要的动力，就是互主耶稣的听望着。主耶稣若用伊顶十字架的手来望着你的事，咱有时咱亲叫颠着，或颠着，因为咱从来毋捌想着讲，如果我的主耶稣，伊若用伊顶十字架的手来换着我的心的事，迄种的感觉是什么？所以伫古老的灵修，伫修道院中间有一种的祷告，就是安尼祈祷。主耶稣求你用你顶十字架的手望着我的生命，这叫做五伤，5个伤痕，加一个，双脚各有带一个，各一个伫个腋下、胁下，这5个伤。所以古老的灵修，咱的信仰的前辈圣徒，因常常看耶稣受苦的苦相。最重要，因伫祈祷的中间，就是咧甲主耶稣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用你顶十字架手望伫我的心内，互我明白，互我明白。主耶稣，你若换手伫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亲像颠着，我真正就明白，你听我到即种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。对各活节开始到年月底，咱就是咧
仰望圣神降临者会临到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这段时间较侪祈祷，伫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为圣神充满你的人生、你的生命祈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恳求圣神进入你的生命，亲自对你讲话。所以保罗为着有所教会的祈祷，亲像回应伊对有所的体会。保罗并无责备有所教会，亲像耶稣讲甲遐明，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但是保罗伫这个所在，伊讲我跪了祈祷，为恁祈祷，求天顶地的上帝，照着伊荣光的本性，用伊的圣神甲权能，互恁的内心勇敢。爱能使生命得医治，爱能使灵魂强壮。真正互耶稣基督的听望着的基督徒，你的心是有根基、有根有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。所以保罗为了咱祈祷，就是圣神的权能踮伫咱的内心。第二个祈祷第17节，伊讲，互恁因为恁的信心，耶稣基督就踮伫恁的内心，佮互恁的仁爱会通有地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是被爱充满，而且活出爱。愿天父上帝，互这个爱不是口头禅，而是一种生命的特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对我的内心讲话，互我明白你的听是什么。不是通过人的言语，是通过圣神的同在。圣神的同在，互咱有一种很好的幸福的感觉，被爱的感觉真好。有天父上帝就是耶稣基督的听。保罗讲，这种的听超过这个世间的听，这种的听超过人所会通认捌，超出人一切理解能力的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怨无悔，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爱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写伫咱的手，写伫咱的心内，不但用伊的话，佮用圣神让爱流动。这是今仔日的祈祷。每一礼拜的主题拢是咱教会的祈祷，每一礼拜的主题拢有一份咱的祈祷。伫个祈祷的中间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会听，就是阿加佩流动灌入，流通伫我的家庭的内底，流通伫我的内心，伫我的心思意念，伫我的手，伫我的脚，我手所做的拢充满你的听，我所行的路拢是拍洒，拢是上帝你所欢喜的路。求天父上帝爱浇灌在你里面。你愿意上帝安尼称呼你吗？对圣经旧约中间，上帝称呼伊所听的人，无一句话亲像但以理，遮尔阳光，互上帝甲伊讲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。而且今仔日这段圣经，你若甲伊的名改做大蒙眷爱的庄孝圣，或者大蒙眷爱的以义以乐，兄弟姊妹，咱敢愿意甲咱的名，甲上帝讲，上帝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甲但以理同款，你会听，要长长久久。愿主的爱在今天流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愿圣神将上帝的听，亲像雨水灌入伫咱的内心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因为这种的灌压，圣灵的浇灌，就是一种的触摸，属灵的触觉。当圣神亲像雨水淋到伫这个打扫的土地时，咱的生命要活了过来。主帮助咱，用咱的神踮伫咱内底的灵魂去明白，互上帝听，伫你的生命中间掌管。愿主对这个查某人叫做歌米，歌米伫何西阿书第1章第3节有写，歌米这个名就是何西阿先知的太太。上帝用这个何西阿的太太的身份来譬如犹太人，
上帝甲伊讲，我要劝勉伊，我要对伊讲话，我要对伊的内心来讲话，愿上帝圣神所带来。圣经中间讲到圣神的活力，有几句话会通帮助咱祈祷。圣灵的浇灌、爱的激动、圣灵的运行跟如火眺望。伫新约的圣经咧讲起上帝圣神的作为，伊咧讲的如火眺望，就亲像迄个火，亲像一只野兽。这个火伫迄个亚述楼顶悬来大竿甲倒落去的时候，噗伫咧跳，伫咧跳。如火眺望的意思就是，亲像一只野兽伫人的灵魂中间咧火药。愿祈求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保罗讲，超出所求所想，超出所求所想。当圣神运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会超出咱的理解能力，超出咱的意志力，是用咱的灵魂，用咱的感情，伫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讲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拄则所讲的圣经每一句，拢会通真多帮助咱祈祷的根基。咱纯粹相手，咱甲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，你十字架的大爱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这就是如火眺望这个字。圣经中间保罗甲伊的学生提摩太，甲伊的属灵的囝儿提摩太，伊讲：你都会记得，我捌甲你换手，上帝赏赐你对天地来的运数。今仔日我为你祈祷，求上帝予你各种的运数如火眺望。如火眺望，伊的字叫做 anazopureo， 这个字是三个意思。第一就是甲你做伙 ，zo 就是野兽般，后边迄个扑其实就是火。上帝圣神的火踮伫咱的内底，要亲像一只活跳跳的雄狮，使遐尼凶猛，遐尼有活力。天父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让爱流动，这是咱当心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让你的爱流动在我的生命。这是保罗为着咱的祈祷。伊讲，通过圣神换手所赏赐恁的运数，要互恁的生命重新活跃起来。这就是保罗讲：我若果癫狂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亲像一个冷淡要化去的火炭，但是今仔日伫你施恩造成，阮有人检查已经如火眺望，但是阮中间设施若有人亲像要化去的火，主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每一个人无一个人例外，拢如火被眺望。主，你的圣神将你的话讲互阮听，也实实在在将这种的画面甲能力放伫阮的心内。主，这是阮所渴慕对你讲阿们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